我就要拍伫个即个，安尼较袂讲安尼换来换去啊，安尼较节省时间。OK， 进入咱今日主题。哦，虽然咱无讲力量到医院，咱继续努力，圣经同款吼，圣经同款，圣经甲无共，咱有影吼，咱今日继续来检讨，咱要安怎进度去？哦，要安怎进度去？咱顶礼拜咱就讲啥会安尼无拄第一就是讲，无主讲第一就是讲，可能就是你的生理的因素。有当时是安怎你的身体无臃肿，所以早起你看你若准个早起看 TV， 即嘛毋是咧讲迄个美国迄个水晶交会，伊即嘛叫 Charles Stanley， 伊透早有8点到9点，哦 ，Charles Stanley。啊，拄仔早起我准咧 Charles Stanley， 伊拄仔咧讲着讲心心灵人的心心灵的健康的问题，足趣味哦。伊早起讲的拄甲无输咧顶礼拜所咧讲，人的心心灵，你永远无法通分开的。人的心心灵，哦，灵魂体啦，伊讲灵魂体，你无法通甲分开的。臃肿，有无？所以咱定咧祈祷讲，嘛互咱的心心灵得到臃肿，有无？伫你的身体，伫你的肉体，伫你的心神，安那拢得到臃肿。安怎讲？咱顶礼拜讲，是安那你会感觉足无开来。第一点，咱顶礼拜讲啊，就是你生理因素，你的亚肾啊，哦，足欠的亚肾，就是你身体无健康，亚肾，哦，爬刷爬啊一半哇，啊，足人拢定下爬啊一半啊就要放弃，有无？你的身体亚肾责任重，压力大，哦，啊你的安尼拼啊，你的身体足歹的，哦，足亚肾。啊，无顺第二个讲啊，讲就是安啦，你的毒素杂物太济。哦，咱台湾人特别讲，人讲啊，做死拼死安尼，啊，啥物代志拢甲压咧家己身躯安尼，所以无错啊，安尼祈祷无讲，咱做祈祷的人定咧讲我靠上帝，无错问咱一个，你敢有影真正我靠上帝？你随时讲安尼，啊，到啥物代志啊，烦恼变的，啊，规大堆，逐礼拜人拢甲无错，说我拢烦恼变的，我无错问安尼来讲靠上，你就爱专心挖靠上。所以我来讲 ，believe in God， 信上帝，伊个 believe in， 伊种有种较念调的，迄种的感觉，你有感觉？哦，甲上帝安尼，拢无分离，起调有无介满调的。啊，所以你就爱你会去了解即种的信仰，所以讲袂记，你就会晓了解即种的信仰，啊，所以顶礼拜讲啦，就是你会晓安排有属事，你会晓安排迄个属事，非常即有甲我讲啦，伊早起有代志啦，所以至少无由来带伊的朋友来，望下礼拜啦下礼拜咱个看到你，上帝祝福你，有代志先买先离，啊，所以咱望袂记的顶礼拜讲啊，第一，你有足侪属事，袂要紧，但是你会晓安排的。我有当啊，我每项无像样的家庭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人你去因兜啊看，整理啊足好势啊啥大佬，啊为人啊，我去啊看到咱啊趁机拍着的。真正你去一个家庭，你啊注意甲看，有当我要去啥物人了，无错，讨论几分钟后要整理，整理好势。其实你去人兜，你莫甲讲，你去上清楚。你会晓整理家庭，会晓看，会晓去好势，人家看到讲伊人伊会晓安排，伊就是会晓安排，这代志要安怎用好势，什么事，所以虽然是足个杂俗事，但是你以为看要安怎去安排，有无？咱今日你敬拜上帝，过来咱要创个安排好势，人袂记，牧师甲你提起，但上帝排伫咧第一位。牧师若咧讲，我甲你提起。你为什么要甲上帝排伫咧第一位？难道上帝佫会主动你去安怎吗？我是要甲你讲，无可能啊！反正你无甲上帝排伫咧第一位，我要甲你讲，你所咧做诶代志，你若袂拄着啥袂晓袂顺利，你要怪啥？你要怪啥物人？你嘛袂当怪啥物人，对不对？爱上帝甲你祝福，你就讲啊主啊，你就甲我安怎？
啊，但是你也袂晓尊重伊，也袂晓要顺服伊，啊，你搁要叫上帝甲你安怎？无可能。啊，所以咱以即种的经过的面，这是牧师咧讲，其实牧师咧讲即个吼，上帝应该嘛毋是安尼上帝啦。哦，牧师要甲你讲，上帝是咧讲咱，牧师是咧讲一个观念，咱伫世上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无法度用要安怎去描写，要安怎去描述上帝伊的本身到底，即个上帝真正上帝。咱就透过圣经上帝甲咱启示，互咱明白，更加明白伊，对不对？但上帝爱咱什么？你有哪去揣摩？上帝爱你做什么？上帝是毋是爱你甲伊尊重？上帝是毋是爱你甲伊顺服？上帝是毋是爱你甲伊敬拜？有无？迄是会当揣摩。但是我无讲，牧师的意思咧，甲咱讲，你甲上帝排伫第位，若无你无甲上帝排伫第位，上帝安怎较会甲你输哦？无拄拄啦吼，你有人啊无甲上帝排伫第一位吼？啊，但是你做的工作嘛是拢反单的，无拄拄照牧师咧讲，但是我要甲你讲，这是互你一个观念上安怎？因为上帝毋是像咱所想象讲，啊，这个歹人我捌讲过，你爱这个歹人，甲你安怎交代对不对？啊，你上帝就可以甲这个歹人马上甲掠来害死啊！无啦，上帝毋是安尼上帝，有无？顶礼拜牧师无咧讲迄个用哪的故事有无？用哪？有无？用哪讲上帝甲讲啊，你是咧受气啥？啊，我互你一张手啊，啊，你也无值啊，无啥，互你白白互你一张啊，搁有搁互你无去，啊，你倒会晓摕一张手啊，搁足可笑的，搁脸面搁这，为什么你袂去其他人？你讲叫上帝爱甲灭掉啊？你倒会晓保守这张手啊？你为什么叫我甲灭掉？所以上帝是安怎？牧师顶礼来我咧用那迄个故事，牧师有讲，上帝比照咱所想象的。不过，牧师是咧讲一个 principle， 一个关键。哦，你若甲上帝排伫第一位，绝对是安怎？哦，啊，你若无甲上帝排伫第一位，牧师是甲你提醒讲，啊，你对着代志，后壁有啥物代志，啊，莫怪上帝。我上帝，我是啊，你都无要照牧师甲你讲的。去做去行去做，照上帝顺服上帝，顺待上帝。啊，你要搁得到安怎？迄是无可能的啦，敢是安尼？牧师是咧甲你讲一个观念上，一个原则上安尼。哦，这就是有当咱听道理，有当你注意听道理，就通听牧师咧讲，你讲的话语，但是因为咱的话语有限，咱无可能去完全去描述着真正这个上帝到底是啥，所以你得去体会。所以无人讲啊，爱经历神。你家己亲自去经历看卖上帝。但我安怎，我拜什么？安怎？结果安怎？你家己去经历看看。咁袂使，甲上帝拜伫第一位，你试看卖啊！逐礼拜甲上帝拜伫第一位，试看卖，上帝安怎咧甲你接去。哦，所以第二个讲，14过来就是啊，惊吓。哦，就是灵性。哦，你灵性。你的灵性啊啦，已经灵性退步。第三个因素就是你的灵性退步。哦，你的这个惊吓，啥咯？因为你无专心倚靠上帝，你的灵性退步，伫你的生活中，哦，你恐惊东惊西，恐惊失败，恐惊啦。啊，这就是显出啦，伫你的灵性就衰退，好无？我所顶礼拜讲用啦，就是顶礼拜讲用啦，这个故事。哦，用啦，本来伊是安啦，哦，规个城拢毁解用啦咧。哦，你最后，我搁伫遐讲伊牧师顶礼拜伊有讲过，哦，我无在讲讲，所以你伫灵命的这个病态啊，从灵命你已经退步，你就要安怎？要安怎追求？会晓伫灵命上要安怎追求终极？啊，这重要紧。哦，无地球人咱的无力啦，这是无力的原因。哦，啊，这礼拜咱要进步。咱第一位拄着这种的情况，伊马上啦，重新整合犹太人。有人要甲主动，有人要甲安怎讲一寡衰的话，哦，袂当啊起这个，甲这个城，甲
甲征收起来，有无？要甲阻挡啦，甚至甲威胁啦，有无？有无？甲威胁、甲威胁啦，哦，伊就惊着有无？咱生活中嘛是安尼有无？咱顶礼拜讲着，就是到尾是，啥人你会受到威胁？人甲你威胁你落来，咱靠上帝，人哪会受到惊讶威胁着？靠上帝，人哪安尼？哦，你爱曾经拄迄个 Charles Stanley，伊讲啦，来咱行开迄个以赛亚，我特别记啊，以赛亚41篇第10节，咱做伙来看以赛亚41篇第10节。你免惊，你咧惊什么？几啊千年前上帝就甲你讲啊，哇！以赛亚41篇第10节，来咱听着人读者来。你用汉文的嘛，袂要紧；用白话字嘛，袂要紧。来读者，以赛亚41篇第10节，来做伙来读。OK， 他Stanley早起拄啊讲了这圣经台，我到尾看了，我就要来教会。我也未9点，我就8点我就来到教会，所以我来到教会，因为我拄啊看到伊讲的，以赛亚41篇第10节，讲啊足清楚。你免惊，会啊，我甲你伫，你想看上帝甲咱做伙，你咧惊啥物？所以咱的人性，咱的灵性已经衰退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你像大家讲无真正专心包括上帝，上帝讲啊，我甲你相甲伫咧，你免惊。我甲你讲啊，讲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你免惊呀。我是你的上帝，伊是咱的上帝，伊要坚固咱，也要帮助咱，搁要用公义的正手来扶持咱。你家想看觅？哦，即个圣经台，这查斯特利讲，即个圣经台，当你惊的时，你看即个圣经台，你会当得到足大的安慰，甲足大的帮助，就是即个圣经台。以赛亚41章第10节，哦，即个圣经台，你小下看。查斯特利佫讲咧，面对惊吓上大的武器是啥？你惊东惊西，上大的武器是啥物？上大的武器啥？上帝话，我师父伫咧讲，你爱食上帝话。上帝话就是你上大的武器啦。我师父来佫来提起，上帝话就是你上大的武器，万袂记吼。所以咱要安怎敬重？这个利米，伊就是无师父来讲有方法嘛。伊马上整合犹太人，互百姓啊啦，各安种族，摕刀、摕枪、摕剑，将遮个人甲组织起来，武装起来。整合伊个士气，分派工作，啊啦，调整制度，设计一个新的方来达到着一个目标。哦，咱伫教会牧师咧牧会嘛是安尼。我你看咱啥物建立，啥物做啥物，啊牧师就去想，我就讲牧师啊，我伫教会想讲我有啥物方法，啊有啥物活动，互大家会当啊，我一边听到起，大家亚线的相干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利米，哦。头一个是啥啦？你俩啦，重新正确调整你家己，茫袂记。牧师咧讲，你来听，你来去想，你来去做。我牧师讲啊，讲过就好。你要咱去重新调整你家己。比如讲，啊，你礼拜日牧师来讲，啊，你要咱甲上帝摆伫第一位，去重新调整你，甲你厝人参详。哦，要咱调整你家己。我带囡仔来接你。啊，要咱调整你家己。啊，我礼拜日吼，我啥物，啥物空袂啥，我就较啊对，莫礼拜日去做嘛，啊，敢袂使，啊，无迄个时阵去做，是会安怎哟？我有当时足怀疑的，你家己咧开的，啊，你家己咧做的，啊，你家己咧做开公司，你家己咧开迄种药，啊，你搁毋知影通好家己调整，所以咱一定爱礼拜日嘛，啊。所以咱每一人若是拄着，哦，开咱来调整咱家己，定时来检讨咱家己的生活，到底咱是安怎？咱无论是团结、家庭、学业、婚姻，这是上帝的生活的问题。
即个特别咱做中级的人方面，做中级的人毋是干那我来教会帮忙教会做代志，安尼尔咧。你著爱会晓家己收做中级的人，你著爱会晓要安怎伫你的检讨你家己的生活，要安怎伫你的团结、家庭、学业、婚姻，就是你属灵的生活、属灵的生活，你有咧追求咧读圣经、查经，哦，你著爱晓去调整这个代志。我伫北京教会，20年教会，我看拄着足侪中级，真正是安，有人足认真的，逐礼拜伊绝对一定教，查经啥伊定伊逐礼拜。啊，佫较无闲，我讲个一个起高医师啦，伊个简单，伊做伫个去，伊佫安怎落无伊，嘛是安尼，伊就开始查经，伊感觉讲，伊要求家己认真要爱装备家己，啊，所以你无爱检讨家己，伊团结，安尼教会团结，你是有咧参与，家庭的生活中，学业、婚姻的顶面，就是你属灵的生活顶面，你就要有新的方法，重新去检讨。问题一定就去解决，所以这就是后一个，你著要咱要安怎进步，你著要内心，你著要去思考家己，要安怎调整你家己，这是重要紧。你点摆去受别人对你安怎啦？你有人莫受别人对你啊，家己小可调整者，家己小可调整，这重要紧吼，这重要紧。家己小可内心，家己小可调整者，吼。李密是一个真伟大的领袖。爱足够整合分工合作，互人会欢喜。伊个真欢喜的时阵，真无奈欢喜的时阵，会得到互相的支持鼓励。咱看伊利亚，等于即个伊利亚，咱看伊利亚吼，伊欢喜的时阵，伊的岳父建议讲爱选70个长老来辅助伊帮助伊，结果代志就顺利。当摩西，圣经有足侪个啊，当摩西伊欢喜的时阵。上帝就切天使，摕物件互伊食，伊得到开力。上帝知影伊会欠缺伊的需要，伊安尼有影无用，啊，有当时无食，啊，咱人有当时就是安尼，无体咱你要安怎做上帝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得到研究摩西，发觉一个第六跤，伊讲啦，我有真侪代志要做，但是我必须要困。这对伊来讲，伊是叫困是要为着。行佫较远的路，所以学习你的定心调整，你无底到开力无去。所以这个法国顶下甲伊讲啊足清楚，我有真侪代志，所以我安那必须要讲啊足实际，无虚伪啊，所以叫佢哋要做出啊，爱学习定心调整，咱才袂安那失去迄个能力。第二，利米而且讲句爱纪念主的。利米讲啊，就是也纪念主大，佫通行为。纪念主迄个美丽是啥物？是咧表示将伊家己佫一遍奉献互主。咱常咧讲纪念上帝有，纪念啥物？即种的美丽，即种的意义是啥物？表示咱佫一遍奉献互主，来，得到伊的大的能力。但是这重要紧。咱伫咧做上帝，甲牧师无咧讲，咱定咧祈祷，我带咱大家祈祷，上帝啊，佫一遍，我奉献我本身，佫一遍我奉献我全心来互你，主啊，我要将我本身奉献互你，做你的器具，做你的奴隶，做你的帮工。这就是咱咧纪念主，定定 remember， 定定要纪念主啊，要纪念主，这个重要紧的。咱在巴克勒牧师，咱捌听过这个故事，巴克勒牧师啊。伊每一届生日的时候，佫一遍献身，伊咧西洋的中间签名，伊咧表达伊甲上帝迄个关系，就爱纪念主，所以纪念上帝过去对待以色列人的恩典，会纪念上帝，即马也甲因同在。咱知以色列人，到即阵啊，犹太人伊往拢咧定定着，因着伫咧伊个家族，伊个定定咧纪念主。定咧回想过去安怎出来及迄个时阵，定咧读圣经祈祷，定咧讲就是咧讲你纪念主这个代志，纪念上。所以牧师来到咱教会，我来甲咱讲，你着爱求上帝帮助咱，
出来要做啥物，拢爱祈祷，有无？你逐时阵要做啥物，你拢爱祈祷。有无？牧师常咧甲你讲，所以纪念上帝，即马也甲伊三甲纪念，纪念上帝永远无改变。所以咱对上帝啊，支取那个人力，有无？对伊就是咧记啊。哦，我就伫咧菲律宾第4913代讲啊，我靠着迄个家己哦，我开咱凡事拢会。所以当你啊啦，这一波的人咧甲咱讲的话语，你嘛是上帝咧甲咱讲的，有无？你若讲你拢无力，你拢袂当做啥物？当你灰心，当你安尼失志灰心的时候，咱的心思，咱的目睭来对人的心就转到着主耶稣的心就。有你若看到迄个见证节目，见证，若咧讲起有无？你若看到迄个 TV 内底，你访问咧见证，常常拢安尼甲你讲，有无？即个人以前安怎改变？伊是对人，当伊的目睭对人的心就。对人的心就转到着主的心就上，当伊对看环境的时候，转到着仰望上帝的时候，仰望主的时候，啊，上帝若帮助咱，什么人会当抵挡咱？这是伫个罗马书，咱即摆咧查经第8、9、31在讲，上帝若假使帮助咱，什么人会当抵挡咱？上帝若帮助你，什么人会当挡会掉的啊？所以你有阵你太拢毋知影上帝甲你三角地的，就当作。我互咱看以赛亚41章第10节讲啊，你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啊！你免惊呀，啊啦，我甲你同在啊，我是你的上帝啊，有无？所以上帝若帮助咱，什么人会当抵挡咱？第3点，爱努力，爱出力抵挡的，哦，爱出力抵挡。利未讲啊啦。你著爱为你的兄弟、囝儿、某囝、家产而遐征战。哦，利未伊强调啥物？你千万莫莫投降啦，莫屈服，爱勇敢抵挡到底，一直到啊胜利，一直到你胜利。咱遮魔鬼上厉害武器就是互咱啊软去啦，灰心啊，你的意志啊消停啊。互咱规啊，无你对着啥物代志，啊人拢毋知，啊你也无爱甲人讲，啊魔鬼上爱破坏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无问讲，你有对着啥物代志，莫袂记，找牧者讲，牧者讲话，牧者至少会替你祈祷。哦，我家己伫咧生活内底，咱的教会的传统的历史，我要装卡来。我无说定不是咧讲增加的教会是安怎，咱对增加人拢知影。恁兜迄鸡仔鸟啊，恁兜的迄啥物啥代志，出啥物代志拢甲牧师讲，有无？拢去找牧师啊，有无？啊牛破病，你嘛找牧师啊，有无？牧师话你著替阮只只牛祈祷者。只只祈祷，迄牛就涌动起来咧。你爱知影伫早时的历史，所以你爱纪念主，你定定想起早时。你有啥物代志？咱虽然到都市社会，忘袂记。我定感谢主啊，咱的回忆会自动卡着我主，安尼替我记住，我即马安怎？试看卖，经历上帝看卖，是毋是？上帝帮助你。哦，所以忘袂记。你有啥物代志，忘定其他生活拢也无爱讲，你也无爱讲。啊，咱牧师也歹势讲，一感觉拢找你讲，你有啥物代志？你安怎？我歹势，踮遐找你，踮遐。你无要讲，我歹势甲你问个，我怎讲？因为到底你有想要讲，啊，你内底有啥物问题？咱若歹势去学你的一寡处理的代志，敢是安尼？你一定爱讲，我是你的牧者，是上帝代表的代言人，忘袂记。上帝透过牧者咧甲你讲，牧师无定咧讲。有当上帝透过牧者咧教你方法、甲方式，咧甲你讲话，你著爱注意吼。对，所以心情魔鬼上介厉害武器，互你的心情安那，为低落，互你安那失去战斗力。所以我讲伫个雅各书第4章第4节讲啦，勿要抵挡魔鬼。这个勿就是讲啊，一定爱啦，一定爱抵挡魔鬼才会使啊。撒旦咧
走摕吞食的人，有啊吼，一定啊。所以无论啥物情景，拢毋通灰心，就是搁忝，搁咱拄着偌大挫折，搁较安那惊呀，拢安那，爱勇往直前，啊，爱向前。我是梦的20几档，讲实在，我梦的大大细细教会，对庄脚、都市的教会、工业区的教会、市区的教会、台北、都会区。讲实在，我看到人的态度，有当我足感觉，安怎讲？有当听到人攻击，哦，你感觉会伤心无？哦，咱努力咧做工哦，啊，人会攻击，啊，人去牧师咧讲啊，来刺痛着你的心哦，啊，你拢怪东怪西，吼，啊，其实牧者就是拢爱你好，拢讲实在话，你也无爱听，攻击，伤心，自然你会灰心啊。哦，你做上帝讲啦，你对圣经失去啊，插潮伊啊，莫插伊。我讲实在，你也毋是我的爱，也毋是我的亲人啊，我遐家父要创啊。哦，但是会感觉安尼啦，但是互咱感觉足失志失望。哦，我真正无话20几档啊，大大细细，对所有的教会、庄脚的教会、都市的教会、现代无啦，拄着一个百种人吼。牧师个你捌我伫咧牧的，你捌听无？我讲内底就甲6,000坎啊落去，6,000坎啊，叫你落台。伫咧大同教会，你怎2平安尼有教会，我袂记。我华冈教会来台北华冈教会，啊，有说你也敢去即间教会，你也敢来华冈教会。我交在来咱万民教会，无人讲你也敢来，无人安尼讲啦吼。我当我也欢迎你来。感谢主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吼，所以当我有即个意念的时候，当牧师我来失望，听到即个种感谢圣经伫我心中讲，啊，你做牧师，你若规个拢，哦，你若讲灰心，啊，全体种就条件拢啊啦，一定全体软落来，啊，魔鬼就得胜。所以牧师无咧定，你逐礼拜看到牧师，我无论艰苦，你莫讲牧师讲哦来，我目睭也有问题，我目睭，我老去看目睭。我家己你拢毋知影牧师，你计是讲牧师食药。我逐工伫遮，逐工伫遮甲你讲，你目计是讲牧师，逐工拢用认真。我甲你讲，上帝保守。我细辈大是好顶，称谓你茫就是讲牧师是安尼拢拍袂倒安尼，毋是，茫袂去。像李密讲，哎，安那困到低等，啊，不管安怎，无论啥物。你若灰心，你若规个失去，哇，咱的忠心咱会了解。所以咱的长老忠心，特别你的角色重要紧的。你逐礼拜我看到你作用的啊，茫逐个来看到你，老师啊，我逐个看到你我安冷笑笑，啊，逐个对你冷笑笑啊，茫袂记的，你的角色重要紧。哦，你捌看到牧师伫咧讲内底，我安怎就是伫迄个过年的时阵，我全家拢伫迄个。了解袂当来尔，无其他了看到牧师啊啦，茫袂记，佮安怎咱又安那徛在低等，哦，所以佮再振作起来，哦，你得按家己讲啦，爱刚强、勇敢，继续努力，哦，所以牧师只要用这甲咱三甲勉励，毋望咱三甲继续来努力，哦，咱当时三甲会记到，特别上帝感谢你的恩典，帮助我，主啊。我就失去希望的时候，我就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就主，你教我什么？你是我的上帝，你绝对要帮助我，要扶持我，是吧？我甲你感谢，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开了步，主，你真正是我的帮，你绝对要帮助我，是吧？我奉过2礼拜久，我知影我的原因无开了是了。不然，我要知影要安怎调整阮家己，要安怎振作起来，要安怎祈祷、既然助力，要安怎祈祷是上帝哩，互阮更较有气力、勇气来抵挡这徛入去。互你的名这个眼光，而且是一人，就求你帮助我，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